近期在网络相当火红的 YouTuber 理科太太，独特说话语气搭上面瘫表情，再配上幽默知性风格，让她迅速走红。18日，她在 IG 上传一段和弟妹的影片，并写道：“阿弟谢谢，弟妹我收下了。”见影片中弟妹俏皮的向大家打招呼，嗨，我是新的理科妹妹，萌翻粉丝。昨日理科太太和弟妹一起拍影片，片中可见理科太太不改一贯风格，对着镜头直说阿弟，弟妹我收下了。而一旁的弟妹则面露灿笑，边挥手边回应嗨哥，我是新的理科妹妹。两人的俏皮影片让不少网友直呼太可爱了，纷纷留言这个组合很可以，重播10遍才回过神来，好棒的合体，以后改叫理科姐妹。阿弟千防万防男朋友，就是没防到女朋友，觉得两个怎么有点姐妹脸。另外也调出阿弟在底下无奈回应好吧，让网友笑翻。有网友向阿弟打气，表示弟别认输啦，撑住，妹妹是你创造出来的，再创造一个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璇。